直升機為因為大霧埋唔到去，受傷嘅總隊目要由同蒲抬落山，揾安全位置再上直升機。消息話佢傷勢嚴重，要 CPR 急救。星期二晚近7點，消防接報有對32同30歲嘅男女行馬鞍山郊野公園嗰陣蕩失路，由於落雨加大霧，消防第二日凌晨1點幾先喺吊手岩發現2個事主，佢哋都清醒，但係當時天黑又大霧，落唔到山住。一個隸屬田心消防局聖丘嘅總隊目，清晨6點幾拯救期間失足墮崖昏迷，大批救援人員到場，消防又設立臨時指揮中心。上唔到山啊，封咗唔俾入上，話有人墮，唔知係咪墮崖受傷，要直升機落去救人。對行山客仲喺山上等候救援。出事嘅吊手岩高588米，位於馬鞍山郊野公園入邊，山頂景觀開揚，登頂可飽覽馬鞍山靚景。不過險要又多碎石，難度幾高，要手腳並用攀爬，一唔覺意好易失足。政府都喺入口樹立警告牌啊！